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台视第一新闻，逐工拢会报道五四海大代志，也就是国际新闻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日就是坐国际坐读书的坐第3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这个坐有交接、会合的意思，又是咱咧讲的交接。另外，嘛有时阵老板的意思，咱讲是时节。另外，还有代志的含义，像讲这会，也就是拄着的代志的遭遇。也有国际，就是国甲国的之间。真实的情形，咱讲是实际；网络嘛有人讲是网际，或者是网际网络。带大家同齐来做伙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交际，意思就是人甲人互相往来、聚会应酬。第二个词读做这会，这意思是拄着的遭遇，像咱讲逢魂这会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细汉的时，日子真歹过，个性恬恬，无啥会晓和人交际。因为拄等到好时机，甲做伙投资成功，真做成功的大企业家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这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